第一題嘅時候，嗱，今日有個重點就係講緊個括號啦。括號其實算係難用嘅標點嚟㗎。點解呢？因為如果我哋齋記技巧嘅話呢，你係好多時會錯㗎。嗱，首先記一記先，乜嘢叫做可有可無嘅資料？寫翻低佢就係可以用嚟刪去嘅，可以刪去到嘅資料。可刪去 can be deleted。Wow, my English is also very good 啊。OK 嗱。乜嘢叫做可刪去呢？例如我哋睇呢度，李白唐代一位偉大的詩人，有詩仙之稱咁樣點。呢度如果我哋刪去咗個括號入面嘅內容，是冇問題噶嘛？李白有詩仙之稱，寫下無數詩作，非常通順噶嘛，係咪？但係千祈唔好將呢個當作係唯一嘅技巧，因為呢個技巧只係用嚟幫你去到驗算，即係睇下有冇錯嘅啫。點解我咁講呢？嗱，最簡單，我現時可刪去就用括號啊嘛，咁不如咁樣啊，我由頭到尾刪去咪得咯，啊或者我刪到呢度啊，咁熊貓生活範圍主要分佈在乜都得㗎喎，咁所以我由呢度至呢度全部都用括號，咁咪搞掂晒咯，會唔會係咁啊？唔會，所以要用第二個方法 ，OK？ 第一可刪去係一個標準，第二幫我寫翻低，與個主題無關嘅，我哋就會用括號，例如好似呢度咁樣。喂，呢個人有詩仙嘅稱號，跟住有好多著作，同埋佢係幾咩唐代定乜代，有冇主要嘅關係㗎？佢係乜代都唔關我事㗎嘛，所以呢啲我哋咪叫可有可無咯。get 唔 get 到我講乜嘢 ？OK， 好似例如下面啦，魯迅係個著名作家，佢幾時出世幾時死，同佢係咪著名作家有冇直接關係？冇，所以我哋咪用括號咯。get 唔 get 到我講乜？好啦，所以我哋攞住呢個概念，下面你哋啲括號就唔好亂加啦。第一，大熊貓又叫熊貓和竹熊，是中國國家一級受保護動物。呢句嘅主旨，佢係講緊大熊貓係咩嚟㗎？係國家保護動物啊嘛，係咪？咁同佢嘅其他名有冇直接關係㗎？冇㗎嘛，佢唔係因為其他名所以變成保護動物啊嘛，係咪啊？get 唔 get 到我講乜嘢？所以呢個位又叫乜乜和乜乜，咪就係補充資料咯。get 唔 get 到我哋嘅概念點樣做？好啦，是中國呢個唔多講啦，大家都應該 OK 嘅。國家一級受保護動物。呢個位，我想大家一齊留意下。好啦，呢度大家都知呢個分段係咁樣分嘅啦。被譽為，先幫我圈住被譽為三隻字。一見到被譽為，一定後面就係跟個引號，係一定咁滯嘅。即係例如啦，你被譽為一定係花名㗎，你唔會袁 Sir 被譽為袁 Sir， 唔會被譽為袁 Sir 嘅，得唔得 ？OK， 所以後面一定係假名，假名一定用引號。get 唔 get 到個概念先？好啦 ，get 到概念，跟住咧有啲傻傻地啦，你哋開始啊，跟住咧做落去嘅時候咧，頭先咧見到啲癲佬啦，好似佢咁癲嘅，佢點樣咧？被譽為國寶生活範圍。我想問下你啦，呢句説話嘅主體係邊個？主角係邊個？係大熊貓啊嘛，啱唔啱數？大熊貓會唔會俾人叫做生活範圍㗎？唔會㗎嘛，佢最多俾人叫做啫，所以呢度係應該叫做國寶咯。所以我哋用呢個斷句嘅方法，你會知道係被譽為國寶。get 唔 get 到我講乜嘢？兩個標點都要諗一諗。第一，藍色嘅部分；第二，國寶嘅後面。第一，呢個佢係國家受保護動物，同埋被譽為國寶係同主題定唔同主題？你諗下國寶先，國寶即係國家嘅寶物，咁同埋國家嘅一級受保護動物應該係同定唔同主題？咁都唔同，大家都係講國家嗰單嘢啦喎，明唔明白先？所以佢係同主題，get 唔 get 到啊？心如，所以呢個我哋應該用乜嘢啊？係冇錯，逗號。被譽為國寶，幫我圈住被譽為，寫翻去後面啦。好，第二樣嘢講緊國家嗰單嘢，後面生活範圍主要喺啲乜嘢省仲關唔關國家中唔中意佢事？不關事，所以我們用什麼 building 啊？珠敲啦，所以咪就係珠敲咯。生活範圍主要分佈在中國四川，呢度有兩個超級搞笑嘅錯法。第一個嗱，呢啲基本上全部加分專名號，唔多講啦。錯在啲咩地方呢？第一，中國同埋四川有啲同學仔咧，幫我加咗個頓號俾佢嘅。點解唔啱呢？今次因為咧，其實人哋講緊分類係同類嘅詞語啊嘛，啱唔啱數？呢度中國同四川嚴格嚟講叫唔叫同類咧？都係地方名嘅。咁但係後面係甘肅同埋陝西呢啲係省份嚟噶嘛，所以應該係成個省份同人哋同類。明唔明白我講乜嘢 ？OK， 所以啦，呢度我哋應該係咁樣頓號。記唔記得我講乜？咁跟住甘肅和陝西三省嘅部分山區呢度唔多講啦，頭先逐個講解過啦。OK。